咱国内出版业的起草是愈来愈歹，今仔出版业者参立法委员是开记者会，因呼吁政府应该甲目前提供出版业者5档免营业税优惠，改做永远拢免扣税。嘛希望讲文化部政策当扩大执行，来鼓励民众买册。出版产业从10年前的产值大概在400亿，到现在180亿。数据显示，出版业这几年衰退真严重。经济工会统计，有超过4成业者估计，今年收入会继续减少，状况更会愈害。不管是上中下游的经营，他们面对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成本啊，或是费用啊，其实都不断的在增高。业者表示，文化部为了要支持出版业，伫2021年实施文化艺术事业减免营业税、加工路税办法，推动多数免扣营业税，年限5年，上济搁再延长5年。因认为上好直接伫财政部营业税法当中规定，多数出版免扣营业税。租税优惠也是政府的补贴的政策，那不能说一个法定在那里，然后永久实施都没有一个检讨的机制。那它纯粹是说必须要有个实施年限，然后时间到了我们再来检讨。但是检讨不是说时间到了就一定停止，一定停止，就是要更精进。财政部表示，目前并无修法的打算。文化部也强调，这几档文化部的政策有提升多数产业的起草。针对业者希望扩大发放文化部的对象，文化部表示会研议讨论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